去到新城市廣場聲稱要購物。帶頭嘅包括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每當見到懷疑內地遊客拖住行李篋，就會向佢哋叫口號。用國貨，即係出嚟行街，有咩事啊？你哋有警員被撞到額頭，現場情況一度混亂。警方舉起紅旗，警告參與人士唔好再衝擊。你預翻大概2至3成左右啦，係啦，2至3成左右，因為人流都少咗嘅，你會見到，同埋而家落咗閘就更加冇客人入嚟嘅時候，我哋更加難做生意咯。嗱，而家咧我哋見到示威者咧仍然咧就係分散咗喺咧新城市廣場啦、3樓同埋4樓嗰度咧，暫時咧係未有離開嘅跡象㗎。大家唔好衝埋嚟，黑警，你浪漫，射你，好，唔係啊！啲人想衝出去，警察咧唔俾佢出，我唔俾佢出。你係做得好嘅，我哋支持你。係，當年50萬上街，我哋有冇人出咗句聲？冇啊嘛，冇。今時今日，我哋元朗人有冇嗌呢個嚟幫我哋啊？冇啊！元朗從來冇呢個問題，你點解要嚟搞搞震？冇錯，呢個係我哋元朗人理智嘅，我哋唔涉政治，但係你搞亂我哋嘅社區，搞亂我哋嘅經濟，唔可以。我哋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唔係佢哋所講嗰啲咩左膠大陸人。我哋香港土生土長出世幾十年，憑一對手大自己嘅細路仔，組織自己嘅家庭，建設自己嘅社會，係咪好似佢哋咁樣？好，係咪可以好似佢哋咁樣？政府俾幾多錢佢讀書片？嗱，其實政府俾任何嘅資源佢哋，我哋唔反對嘅。每一個人揸住個香港身份證咧，其實就係公平嘅。但係你而家係搞亂社會個秩序啊嘛，係咪先？你話令到全香港人得唔到安寧。好，79日佔中，令到香港喺全世界面前失色。香港人係理智啊！如果香港人唔理智，俾你霸住條79日，有咩可能乜事都冇發生？有內地嚟嘅旅客推住手推車嚟到巴士站嘅時候，被示威者指罵。有示威者踢向內地人嘅手推車，之後立即轉身走。嗰個內地人一面愕然。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唔係反水貨，係直持反水貨，其實係想延續佔中嘅一個行為嚇，只不過直持係搗亂，去搞亂香港嘅形象。其實對整件事一啲好處都冇。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個人嘅行為去影響整個社會安寧，即係交通都俾你影響晒，係咪？同埋好多真係打人踢人，咁呢啲對某一啲人嚟講，你對佢係好唔公平。我這邊也有香港的戶口，他為啥攆我呀？即係有旅遊業噶嘛，你咁樣嚟跨冧自己香港咯，成個。好麻煩啊！你哋香港人啊，我哋冇失自己通道啊！我自己通道啊！我第一次出嚟，我點知啊？好差，好差！中國人冇講到鬧人嘅。表達意見就可以嘅，但係你即係用到傷害人哋啊，或者傷害人哋啲物件啊，咁就過分咗啲咯。話睇新聞都見到啊，已經係踢人哋嗰啲行李箱，又用垃圾桶掉警察，咁變相係暴力咯。香港人俾人感覺係守法啦，有素質，但係琴日嘅行為其實同內地冇分別。佢係一個願意諉過於人，自己搗亂呢個秩序，仲覺得係大條道理，或者自己見到篋就話問題嚴重，所以再查都係合理嘅話咧，呢啲咁唔理性嘅行為咧，其實係好令人哋擔心㗎咯。香港地而家出到呢啲咪咩學生啊，呢啲後生仔，佢有冇諗到佢哋啲父母，我哋係點樣養大佢哋嘅？養大咗之後，咪出嚟呢個社會係搗亂嘅。
同6·4有咩分別啫？同文化大革命有咩分別啊？呢班人。因為其實咁樣，我哋有時做遊客，我哋出去，如果我哋面對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哋都會即係好驚咯。咁即係如同即係啲內地人嚟香港嘅時候，佢哋根本唔知道即係個詳情係發生咩事嘅，但係嚟到好似就俾人襲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其實咁樣係即係對於本土香港人其實個形象都好大嘅傷害。香港有20幾萬打工仔咧，就靠旅遊業揾食嘅。間接從事同旅遊業相關行業嘅工作咧，接近70萬。特首，我好為佢哋未來嘅生計擔心。嗱，最近呢，我有好多國內嘅朋友咧，都同我講，佢哋對香港反水貨人士粗暴辱罵內地遊客咧，極之反感。佢哋覺得咧，既然香港人唔歡迎內地人，佢哋索性連通行證都撕爛埋，就話以後都唔嚟香港啦。佢哋仲提醒我，佢話如果呢排我返內地嘅話咧，就千祈唔好提自己係香港人添，因為如果我話係香港人咧，會俾人鬧嘅咁。咁可以睇到咧，我哋兩地人民嘅感情啦，香港嘅聲譽啦，我哋香港嘅治安呢，都已經俾呢一小部分反水貨嘅暴民嘅行為所破壞，亦都俾好似頭先范國威議員呢啲好仇恨內地嘅呢啲咁嘅言行所破壞。香港市民呢，亦都呢排成日同我講，特首，佢哋話覺得佔中後呢，香港有一啲警察就拉人，法官就放人咁嘅情況，正縱容緊呢啲激進嘅暴力行為。我就想問下特首啦，你會點樣重建香港安全、文明、有禮、好客之都嘅形象？點樣可以修補香港同內地嘅關係呢？